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到15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明。前一个礼拜在台湾的天气都是在阴雨当中度过，今天的天气呢，终于是放晴了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干冷的天气。秋冬在阴雨的天气下，总是让人家觉得很昏暗不明，因为呢，整天见不到阳光，又阴雨绵绵，就如同一个人他的生命遇见了苦难，没有了阳光的普照，生命就落在所谓的黑暗之中。而在黑暗困境中的人们，就如同活在这个永昼地区的人们一样，他们期待着光明快快的来到。尼希米记第9章第6节到15节，先知这样说道。接着以色列人做了这样的祷告：上主啊，唯有你是上主，你创造天和天上的星星，你造了地和其中的一切，海和其中的生物，你赐生命给万物。天军都向你敬拜，你是上主，是拣选亚伯拉罕的上帝。你带他出巴比伦的乌尔，把他的名字改为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他对你忠心，你与他立了约，你应许给他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的土地，比利洗人、耶布斯人、革迦撒人的土地，作为他后代居住的土地。你信守你的诺言，因为你公义。你看见我们祖先在埃及受苦，你听见他们在红海呼救，你行神迹奇事，敌对埃及王，敌对他的官员和他国中的人民，因你知道他们压迫你的子民，你由此得了至今仍在的名声。因为你的子民把海分开，领他们在干地上走过去，你把追赶他们的人抛进深水里，好像把石头沉入怒海中。白天你用云柱引领他们，黑夜你用火柱照亮他们的路。你从天上下降西奈山，对你的子民说话，你给他们正直典章法律，可靠的教训和诫命。你要他们守你的安息日为圣日，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颁布律法诫命。他们饥饿，你从天上降下食物；他们口渴，你从磐石涌出水泉。你许诺赐给他们土地，你吩咐他们进去占领。上帝创造了世界的光体，例如太阳、星星和月亮。上帝也是世界的光源，也正如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：我是世界的光。是的，他是世人的盼望。保罗告诉初代教会基督徒的书信里面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节到11节，提到了末后的日子主再来的情形。主将会如同小偷一样，没有通知就悄悄地来了。
在末后有假先知会说一切平安没事，但是灾祸却会突然的来到。基督徒应当活在这个白昼的光明当中，不要昏睡，不要醉酒，要活在上帝的光明中。保罗这样说了：弟兄姐妹们，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和日期，不需要人家写信告诉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知道，主再来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里忽然来到一样。当大家正说一切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灾祸会突然临到，正像阵痛突然临到快生产的女人一样，他们一定是逃脱不了的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，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来到。你们都是光明的人，是属于白昼的。我们不属于黑暗，不生活在黑暗中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像别人那样沉睡，我们要警醒戒备。睡觉的人在夜里睡觉，酒徒在夜里酗酒。虽然我们属于白昼，就应当要戒备。我们要以信和爱作为护胸甲穿上，以得救的盼望作为头盔戴上。上帝不是拣选我们来受他的惩罚，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拯救。基督为我们死，为要使我们无论是死了或是活着的，都能够在他再来的时候跟他一起活着。因此你们要互相鼓励，彼此帮助，像你们现在所做的一样，要警醒戒备，要与主同在光明中，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告诉他的门徒所说的，你们也要成为世界的光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我向你献上祷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只信靠你。求你使我不至于失败蒙羞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胜。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，失败的是那些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把你的途径教导我。求你引导我走在你的真道上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我日夜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记得你的仁慈，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。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顾念我。上主之善公义，他只是罪人该走的路，他引领谦卑的人走正路，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。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。恳求慈爱的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警醒活在基督的光明当中，远离黑暗，时刻的警醒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临，能够获得永生的应许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